继续关心了教育的议题，教研霸凌变做係國際學校單位近年來先頭嘅重點議題。不過，最近幾年來開始有學生係透過網絡來攻擊其他人，網絡霸凌咪係年輕人嘅增加。不過，引致有啲太嘅細人出現到嚟下，生活做下同網絡本唔開來。負責監督嘅家長還有自聽課程嘅先生和預防還有處理方。咁聽得到了經改變嘅科技，咪變做係網絡霸凌諷刺嘅重要關鍵。第二本歸屬分享嘅天陽高拍講嘅係校園霸凌事件。天陽當中唔單止有傳統牽條來叫橡皮嘅炮裂，咪用網絡來攻擊人。啲學校推定書記歸到路卡用電腦，無論乜嘅時節總係見看網絡嘅信息。青少年時期是有同學嘅傾聽，行為滿足人際關係，所以網絡霸凌帶來嘅傷害未變態嘅。就教育部學務提高師嘅調查，台灣教研100年度網絡霸凌事件，家庭教研通報數2.7%，唔過到為102年已經有5.6%。雖然網絡霸凌比例唔係依高，唔過年4年增加，本年增蠻少。教育單位嘅營運政策係用研習嘅方式來鼓勵學生主動進修、接受課程嘅培訓。我們在相關的網站或者是學校的這個資訊的課程裡面，我們希望透過教師的培訓，透過教師的這個學校的校長啊、主任的一個研習哈，建立這個資訊倫理、資訊素養。看老師自己的這一份。算是投入吧，我們常常就利用假日，那像上次會配合教育部去交通大學去參加這個霸凌研習課程，或者是那個遠距的在網絡上的課程。配齊的清涼照，像這樣誹謗他人的字句或不雅的，你覺得可以利用這樣的方法嗎？不行，我會覺得很生氣，跟佩奇一樣。用特別是喺各種各校做理嘅，主要係解網絡霸凌嘅相關內容，變啲自信課程嘅網絡使用單元，一學期最多1堂課，唔過多見係冇有專門嘅教材，所以第一線嘅教育工作人員係講想要教相關嘅課程，就係自家請課外素材，唔過科技見來見去，要準備功課嘅負擔暗重，係我能為前時間去進修，先頭嘅效率跟網絡更新嘅速度係比唔得。在公部門方面的話，現在全國只有一套，台北市政府今年10月才會完整出刊的。那其中網絡霸凌這一塊，容我這樣講，甚至連首善之區的台北市網絡霸凌只在國中班。就據我去推廣，些老師他可能自己本身對網絡的認知也不是很清楚，因為他可能沒有在玩社群網站，沒有在玩 Facebook， 沒有在玩即時通訊軟體，所以他不知道那上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或者不知道學生到底在網絡霸凌上面有哪一些的類型。只有研究了解網絡霸凌加害人，直接因為無直接面對受害人，唔會有同理心，攻擊你咪行過對人講，按樣嘅傷害，人個唔會注意到，就唔會來主動。所以專家建議，防止咁樣嘅前途，要分做3部分，除咗培養自信素養，咪會教學生嘅唔好搶啲順風看聽聽，還會加強教育工作人員處理嘅態度，要行過粗欠。常做的來防止安尼嘅事情更發生。執法單位、學校、老師、家長，如果你會覺得說啊，這是小事啊，對，是小事，但這小事你沒有在當時就讓他一個很嚴正的立場告訴他，你這個行為是錯的。如果你沒在發生的當時，你沒有去處理，是不是等到有人自殺了、自殘了，或傷害到他人了，我們才開始去處理？芬蘭的反霸凌的計劃，它特別着重在旁觀者這個角色，在宣導上面，他們會告訴旁觀者，就是當你如果看到這不當的資訊的時候，你可以去檢舉這樣的一個霸凌事件。只要有一個旁觀者願意站出來檢舉，或者是我去告訴老師，我去通報誰，那這個霸凌事件很容易就會被發現，也很快的能夠及時的被抑制住。對亞太青年來講，社群網站即時同心軟體也都已經係yen歸重要嘅生活平台。天地網絡使用率更來更高，網絡霸凌咪有可能更來更嚴重。家長對處理嘅態度來講，總唔得像禁止細年嘅掃描，認真新嘅科技建出來，有樣係愛防都防唔脫，所以愛歸到教育細年嘅部分，對提高用網絡嘅警覺，韓國間相互尊重嘅公民態度，愛對自家做稀事。
安尼将系成发地名路时代重重救救嘅好方法。客家新闻林金佑番茄上陈心怡特别报道。